阿迪哥響 Google 咧隨便揾咗一間響烏茲別克布哈拉嘅5星級家庭式餐廳。餐廳咧就冇餐牌嘅，想食乜嘢咧就喺門口嘅牆壁上面選擇。傳統美食手抓飯咧係烏茲別克人嘅最愛，至今咧好多烏茲別克人嘅廚師咧仍然遵守傳統嘅古法，使用咧米啦、肉啦、蘿蔔，再加入醬料咧，同埋大量嘅動物油咧經過炒、煮、燉精製而成嘅。配飯食嘅牛肉咧炆到超級腍啊！今餐咧我哋仲點咗烤包，真係超級好食啊！